来关心环保的问题，依照环保署数字的统计，伫地面设置的雨水花园，会使为地面降温超过5度到15度。因为安尼，环保署甲经济部水利署合作，伫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水环境建设的补助下，建立这个校园智慧型雨水的花园，估计4年内会使设30座，希望讲会使替大历史的校园降低热岛效应。 大智国小呢，增设了雨水花园以及透水铺面哦。环保署副署长来颁发认证，为台中到高雄这6间国小，会伫学校设智慧型雨水花园，好伫热天来替学校降温。估计这样的话，大概可以达到降温5到15度。我们如果把它保存下来之后，可以做成校园里面的浇灌。 根据环保署数据统计，伫咧地面设雨水花园，会当互地面降5度到15度。环保署和经济部水利署合作，预计4年内设30座智慧型雨水花园。头一年会先互6间学校来做示范。 我们一共有大智国小跟乌日国中2处学校获选来建置这样的雨水回收系统。那我们明年目前已经收集了有14个单位提出申请。孩子可以在这边有进行环境教育，跟老树，我们有种老樟树，可以在这边跟蝴蝶、昆虫、蜜蜂们还有花儿们一起游戏学习。 台中市环保局强调，雨水花园有省水、省能、降温和环境教育的功能。学校透过雨水搁再利用，来替食物压水，卖当互囡仔来当做环境教育的活教材。